针对这个电价是不是要来调起，经济部昨召开着审议委员会，结果是议而不决，就是敢若讨论无做决定，也就是这个电价暂时无要调起，等到6月底才阁开会看事办事。经济部长王美花讲，主要是考虑到民生的需求。也毋过安尼一来，台电甲中油的压力就真大咯，尤其是中油到2月底已经亏损600亿。电价审议委员会昨做出电价先卖起，然后决议的决定，延到6月底才会研究。听讲委员会中工作嘛强烈反对起价。在审议会上，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表达，希望能够在这样可以可预测性跟稳定性，比较确定之前呢，再做决定。电价暂时无起，百姓算是松一口气。不过台电、中油等等各营事业，伊的负担真重。依照上新的统计，法定成本增加，互台电电价稳定预备金开甲剩248亿。中油因为天然气起价，2月份时已经了将近600亿，3月可能更较严重。营运的情形我们也会密切来观察。没有更新的数字。大概吸收多少？没有大概吸收多少？没有这方面的数字说明。中油除了钱以外，已经当外无当市长啊，本来要审中油预算的哪里个立委对这点拢有意见。要嘛，要不然你就部长兼中油董事长。对，就好像看起来你在这里在答复中油的预算呢。好，我只能说，我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把这个做决策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是我今天在经济委员会上的一个承诺。委员会要求1个月内爱找出中油的新董事长，这个电价也好，油价也好，有真的条件，民生问题顾好，嘛要让国营事业正常运作，政府都要好好想办法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